進入最後一節嘅辯論時間啦，我哋先請8號嘅候選人送大禮。我咧就會送呢個九品芝麻官嘅 VCD 咧俾黃國健，咁希望你咧以後咧就唔好開會嗰陣咧再上網侵權睇電影啦。同埋我發現咧你嘅嗜好咧都唔係做立法會議員，你係中意 cosplay 扮忍者又放標，跟住你喺立法會咧又成日舉手問規程問題，幾時有得食飯？我覺得都好難為你，咁所以咧希望你都支持我咧就踢走保皇黨，咁就釋放翻你哋班建制派，你去繼續做動漫愛好者啦，好唔好？你講起呢個問題，我都想回應一下嘅，就因為你師傅啊毓民咧，就喺立法會裏邊咧就拉布，就拉得好犀利。咁啊講咗好多我哋都唔明白嘅嘢，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咧都要上網咧係搜集資料。你睇九品芝麻官搜集資料？嗰個絕對唔係九品芝麻官 ，sorry 啊，即係你唔好人云亦云。邊度啊？唐伯虎點秋香啊？我都唔知，因為喺個內地嘅合法網站彈出嚟嘅一個畫面，我都唔知係乜嘢嚟嘅，我到而家未知。若果你知咧，最好話俾我聽。嗱，今日咧我送個演技大獎咧俾謝偉俊，佢扮獨立，又扮民主喎，又扮健康。佢原來咧西環咧就支持佢20幾個獨立建制派嘅人咧幫佢咁好嘢。仲有啦，扮健康喎，扮民主喎，去爭取咩民主啊？健唔健康啊？隨街去除褲，嗱嚇死我啲細路仔啊！我真係覺得咧，我擔心我啲小朋友咧。就不雅之物咧，我就轉翻呢個啦。佢係演技精湛，我咧就擔心咧就西環治港，所以唔該咧踢走呢個建制派隱形獨立建制派呢一個謝偉俊。對於我嘅指控，只可以話誤導市民。好多謝你時間。我想問下陳鑑林，係咪真係中聯辦叫你借20幾個裝腳俾謝偉俊嘅啫？謝偉俊已經冇時間啦。完全冇咁嘅事。但係陳鑑林，你係曾經喺呢個政協會議入邊要求中央係干預香港嘅社會政治事務㗎。完全冇咁嘅事。香港嘅事務咧，中央係完全唔會干預，只會咧係支持嘅啫。大家都睇到香港過去15年回歸以嚟咧，支持乜嘢啊？中人又中標啊！跟住你話英雄莫問出處嗰啲啊？我哋遇到好多經濟上嘅困難，就算係2次嘅金融風暴同埋海嘯，再加上其他嘅禽流感啊、豬流感啊、你冇資格講民生問題，你支持領匯上市，民主黨你都有份，你冇資格講民生問題。好，9號。我想問黃國健呢，我睇報紙啊見到你咧嗌晒救命，因為佢嘅裝腳全部俾佢攞晒，你咧就告急啦！哇，佢啲票咧就建制派啲票俾佢攞晒，你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先？嗱，我告急啊，的確係事實，的確係嗌救命。不過咧，我相信係社區裏邊嘅朋友，佢幫邊個有自由權，我亦都非常之尊重嘅。咁但係咧就當然即係對我嘅選情有影響，亦都係事實。咁但係唔關任何人事，選舉係自己嘅問題。5號陳鑑林喺報章上講過，佢嘅裝腳借咗俾呢個謝偉俊之後咧，佢嘅裝腳好多都講到就係叫佢哋去入啲唔服氣嘅地方，要佢哋大局為局。我想問下呢個大局係咪就係要鼓勵中聯辦嚟到香港係干預香港嘅選舉？當然唔係啦，胡志偉，你淨係識得睇報紙，你唔睇到事實。3號。段説話佢親口講嘅，報紙引述佢嘅説話。我冇同你講過呢句説話。有一個事實就係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支持謝偉俊，謝偉俊仲興高采烈咁回應記者嘅問題，呢一個就已經係事實啦。所以你唔好成日懟個牌出嚟話誤導公眾，其實冇意思㗎。大家睇翻報紙就知道。你嘅時間亦都用盡啦，9號。我想問呢就係、頭先胡志偉你講呢就係中聯辦啦，治港啊，你哋貴黨呢走入中聯辦，亦都咧冇出聲。其後咧鄭家富咧就話：我唔知道原來我黨有去咗中聯辦嗰度嘅喎，你哋根本就唔透明，根本咧就係閉門咧喺度咧就係統領，令到香港嘅政局係不前進。係由普選聯同埋我哋民主黨一齊，大家係同意去咁樣做。點解你要走入中聯辦咧？同埋就話入咗嘅時候，我哋同中央傾，亦都即刻將我哋嘅談判嘅內容咧係話俾大家公眾知道。你講大話，呢一個係我哋一路以嚟咧係用透明度最高嘅方法。大家睇下，如果係呢個民建聯入中聯辦，從來都唔同大家講咗啲咩嘢。你使乜講啫？佢哋一家人嚟噶嘛？你變節啦嘛？你搞清楚邏輯先啦。4號。民主黨政治誠信問題，請問你哋支唔支持特首同埋嗰個啲高官僭建？我哋係一路要徹查呢個特首同埋高官僭建，我哋係唔可以接受我哋嘅特區政府咧個誠信係備受質疑嘅時間影響施政嘅。
咁請問聲，因為咧喺九龍東入邊咧，貴黨嘅前成員李宇大咧喺九龍東嘅物業有一個僭建問題。請問你哋會唔會因為佢係你嘅前成員而去包庇佢，會有第二樣嘢嘅説話咧？前成員唔使回應。我想轉下話題嘅。咁因為而家社會上邊咧，自從最低工資設立之後咧，就成日話拖高啲物價，又話去茶餐廳食個早餐都貴咗，又話咧就令到呢啲低層市民嘅生活咧受到影響。咁我就想問下，因為我當然唔認同啦，我係認為好唔公平嘅呢個講法。但係咧，人哋話你係工會，你梗係咁講啦。咁我想問下譚香文，你可唔可以幫我哋講句公道説話？我係支持咧係最低工資嘅。咁有啲議員咧，謝偉俊咧佢係反對嘅，所以其實佢對基層嚟講係唔公平咯。有關嗰個通貨膨脹係咪最低工資引發嘅？未必係嘅。4號。8號，請問你哋點睇呢個雙非問題？我哋認為香港應該掌握翻自己嘅人口政策。請問你哋支唔支持去停止雙非所有嘅福利？已經出咗細個班。我哋認為應該修個基本法。嗱，我想問民主黨啊，08年你話爭取2012雙普選，但係你2年前咧係支持嗰個倒退嘅政改，你係咪你嘅時間已經用盡啦？以前呢，泛民呢仲會話爭取2012雙普選，而家呢就唔講幾時㗎啦。胡志偉嗰個政綱咧就話自己正直拼搏嗰啲咁樣，呢啲做人嘅基本嚟㗎啦。喂，你哋陶君行你又係嘅，究竟佢係咪出賣選民啫？你喺商台話佢出賣選民，轉個頭又話佢同路人，你係咪精神分裂啫？你對謝偉俊又咁講，佢又係中聯辦契仔，又話面目模糊民主派，你連同路人都搞唔清楚，你哋兩兜友咧就真係一路走來就始終唔得。你唔好再要求選民俾機會你哋啦，你俾個機會選民，唔好再要佢哋選你哋呢啲咁嘅人，好唔好？你放過香港人。8號嘅時間已經用完啦。5號。民主黨堅持2017普選行政長官，2020全面取消功能組別，同埋係要普選立法會。民主黨亦都係相信我哋嘅選民嘅選擇。我哋覺得好多謝你時間。2號。工聯會會繼續爭取標準工時同埋退休保障，希望香港所有老人家老有所養，希望大家都得喺一個和平安定嘅社會裏邊生活。希望各位選民繼續6號。香港咧係面對緊好多嘅經濟嘅挑戰，亦都咧喺內部嗰處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問題存在。我哋確實咧係需要咧係實實際際面對呢啲問題，大家一齊咧係去提出一啲建議嚟到解決呢啲嘢嘅。特別係胡錦濤主席為香港送嚟39項嘅經濟嘅措施，大家應該係講下點樣去落實好啲呢？咁相反嚟講咧，我哋見到嘅公民黨，佢話我哋要還以顏色，佢共佢融合呢啲。多謝你嘅時間用完。我哋香港弱勢社群會員會 PPHK 想澄清翻，其實咧雙非咧根本咧就唔應該嚟香港攞福利嘅。你哋話自己係合法嚟生，合法嚟攞福利，但我話俾你聽，我而家就利用呢個選舉合情合理合法地反。因為你哋呢啲福利真係唔係你哋所有嘅，你哋喺網上發起話要打全香港人一巴，咁如果既然你要咁做嘅話咧，咁請你打我4號候選人嚴鳳至先，因為我係支持即時 cut 晒你哋所有嘅福利，你哋只可以住，你哋唔可以再攞任何福利，因為呢個係香港人心聲，所有政黨唔會講呢樣嘢，因為我唔係為贏，我哋唔係為勝利，我只不過係想為香港人發聲，爭取2樣嘢，第一反對大話國民教育，第二就係反雙非。請大家支持翻我嚴鳳至，我不為勝利，只係求攞翻個保證金。多謝大家。我哋立即進入總結嘅環節。香港正處於一個關鍵嘅時刻，有拒絕呢個西環治港。未來呢4年有23條啦，網絡23條國民教育。希望你支持譚香文一個堅定立場嘅候選人，重返立法會為各位服務。多謝，唔該晒。請8號。香港選民已經俾政黨呃咗太多次。香港冇本錢再輸落去。今年請大家認清真正嘅民主派，真正嘅反對派。我係香港市民嘅同路人，請支持我8號黃洋達。好多謝你。請7號。用創意嘅方式提供辯論嘅平台呢，係我習慣同埋方式。希望譚香文唔好再屈我。左中右人士支持我都非常之歡迎。請大家亦都唔好屈我，因為我係真正獨立嘅人士。林武如是，黎智英如是。多謝大家。有請6號。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絕對唔係嘈嘈鬧鬧就可以發展到出嚟嘅。我哋民建聯實際為民生，希望同大家一齊
實實際際建設香港。請支持6號民建聯陳鑑林團隊，多謝。請5號。人民力量係實實在在收傳統左派嘅錢。上一屆追擊公民黨，今屆追擊民主黨。你哋為咗選票做乜都得，爭取民主唔係淨係靠呢個鎂光燈。民主黨堅持2017普選行政長官，2020普。有請4號。我哋喺729遊行之後先至決定參選，好倉促咁樣3日之內攞提名同埋攞保證金。請大家支持我，我哋需要7000票去攞翻呢5萬保證金還翻俾我哋支持我哋嘅家長。多謝晒大家。請3號。陶君行20年嚟嘅抗爭，好清楚邊個係我嘅朋友，邊個係我嘅敵人。我最大嘅敵人係民建聯，係共產黨。謝偉俊贏嘅話，中聯辦興高采烈；陶君行有機會贏嘅話，大家一齊吐氣揚眉。希望大家支持我。好，你嘅時間已經用完啦。2號。各位市民朋友，我哋係工聯會九龍東嘅2號參選團隊，我哋代表勞工基層，我哋代表打工仔女爭取權益。但係今屆選情激烈，我希望以往選我哋工聯會嘅選民，今次記得一定要出嚟再支持我哋。好，唔該晒你。請1號。香港赤化經已非常赤裸。我哋剛才聽到民建聯嘅陳鑑林話，佢哋反對撤回洗腦國民教育。請支持1號梁家傑連任，為你擋住香港赤化。多謝你。唔該晒咁多位候選人。九龍東選舉論壇到此為止啦，喺度祝各位選舉工作順利㗎。下個星期6日咧，分別係有新界東同埋九龍西嘅論壇。下個星期6日再見。